在2025年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扎西德勒。나도 사바 탕상 나도 그라다고 소미 정도 봐 도상 예루 이때랑들이 기로니 고닝아루 로사로 나온다 남바 사마 정수 개동 제발 남고 다시 되라大家好，我是周日昌国二，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咱们看早快乐，多点成绩，这里看到了罗斯娜扎西别同学。我来自甘肃的甘孜，我叫小拉。祝大家元旦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请大家多多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OK。镜头查一下。曲长错也没来，四郎暂时也没来。在吃饭，小拉姆明天来。这几个小朋友跳最好的。小拉姆应该是几年级啊？4年级吗？3年级了？应该是4年级吧。哎，是啦，对，穿了西服的，看这2个小西服。小帅哥，帅哥。赤身卓玛的到了，小罗来了。
然后小的车辆，带中礼物啊。哦，娃娃机终于停了，那个吵得不得了，那个声音，又小了，哎。这儿2个，阿错和口罩取证，苏拉竟然没来呢，以前他睡着了。对，特别分对，很湿。带中礼物的嘛，今天跟小伙都拍到看。他们跑了跟得上速度。哎，我今天跟小伙都拍到看，小到明3号。终于来了，水上错来了，这样看着高了很多嘞。
都戴口罩干啥了？人家都戴口罩。中国这段时间有个不明肺炎嘛，然后致死率应该在43%左右吧，接近50%，死亡率比较高。开始是轻微的咳嗽，然后轻微症状，然后你对那个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就一下就救不活那种，叫什么简写，英文简写搞忘了。那种肺炎是不明的，其实也是啊，去年都有，国外的比较多，这今年国内也比较多，好像致死率很高。看有个一些医院说的，一层楼30个，一晚上走了6个。对，都是1.7米。那也没烟呢，怎么回事？没排烟。是云的吗？是烟哦，有云有烟的。天呐，咋回事？哎，终于来了。高的呀。啊，下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个。